那我们这边 V1 到3楼有4个楼层。那我们 V1 有多功能教室，还有瑜伽教室，还有桌球教室。那我们1楼是全国运动中心唯一有格斗主题的。那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比赛级的8角笼。那我们还有一个软垫区，像我可以说柔道啦，或者是那个巴西柔术。那我们还有拳击沙包区，这边是一个非常好，也是南部最好的一个格斗场地。2楼是有我们的心肺有氧区，就是跑步机，以及划船机，还有脚踏车机。那还有我们的机械式器材，那我们的器材也都是使用5星级的一个器材，最好的器材。那我们还有一个飞轮的教室。3楼有一个综合球馆，那我们有羽球以及篮球，还有排球。那羽球也拥有11面场地，也目前是全台南市最大的场地。那我们篮球有一个 NBA 认证的篮球架，114全中一在台南，我们这边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规格的一个比赛场地。那希望未来我们除了在竞技运动以及休闲运动、全民运动，我们都可以来为台南市民做一个很好的服务。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过去在要办这个中央补助国民运动中心的时候，就是说人口要满20万的区才可以。所以我那个时候在赖清德前市长的时候，那时候中央只补助一个永华运动中心。那之后呢，要在全民运动馆，中央台南市只补助2个，也就一个在新营一个在安南区。那接下来我们台南市要靠我们台南市自己，所以不管是永康全民运动馆，或者是未来在仁德在其他的地方其实都要靠县市政府自己的财力自己的经费。那我们就想到了可以跟这个教育机关来合作，因此我们跟国立台南高商合作把他们这个学生这个使用的范围之外，可以提供给社区民众来作为一个全民运动中心的一个建制。那可以看到这里场地非常好，那也可以提供给市民朋友们周边的这个社区朋友们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的场所，不管是重训，不管是球类都是非常非常适当的。这个费用是由台南市政府负担来这个建制这些非常好的设施。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台南国立台南高商，也非常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能够让我们一个又一个的全民运动中心的一个一个设立。那之前已经有新市，我们跟远东大学合作，那接下来又有跟长荣大学合作，那现在是跟国立台南高商合作。那未来我们还会建设更多的全民运动中心，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市民朋友们一个可以运动而且评价非常亲民的一个好的一个全民运动中心。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5月17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王伟摕担任台南市长已经第2届第2冬，议员罗坤浩在议会总质询的时阵，希望市长家己下院，要予台南人什么款的未来。同时因应诈骗创收，至于延科会智慧发展中心一冬2天以上就业，煞拢无防止诈骗。要求不是只有宣导而已，要想办法如何阻挡。议员罗光浩一开始质询，已经市长热清的年内要打造台南成为适合做梦、干活、恋爱、结婚的理想。进一步嘛，希望黄伟摕做市长已经第2届第2冬要听看伊想要予台南人什么未来。你已经做第2届市长，做第2届第2冬你未来要期许予台南市民是啥物？希望讲，我准来会当把这个任期做完2年多来会当予台南更较发展。那像议员你所提出过去咱的目标这个目标会当离目标愈近，
如果你讲一个完毕哈，一个100%目标是我们努力的，但是离目标越近越好。市长讲以民众所要义的为建设目标，不过陆议员却考试理想是做梦无唔对，不过现实却是做案。来讲到台南限制88千路渣光电等治安的阴影。会长嘛进一步关心现在诈骗猖獗，不过这个研考会智慧发展中心去年冬天软体预算上亿，却无裁掉主动诈骗，讲明知违法却无法度表达痛心，要求市府不只是宣导利益，一定要想办法伫歹徒通信的时，就先主动犯罪。咱收到的手机啊，这么多，我们都知道它是诈骗的。咱无才调人处理，无怪人，这些诈骗的这组织，在我们台湾这样子肆虐，我感觉有够咸的啦，嘛足离谱的啦。研讨会我请教一下吼，恁有法度人讲像讲你们每一年的一些预算内面。恁的这个软体内面，你们那个会当截止，会当去先去处理加那个什么，这个诈骗的案件，提供出来给检察局嘛，要安怎处理啊？有裁掉无？报告议员，其实，在防诈这个部分，我们研考会也有跟警察局来合作，共同宣传。那我们提供市民上网这部分，也教导民众怎么去防诈啦。我们自发中心有这么做了。刚刚讲，这个部分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执法的功能，一部分宣导。宣导是咱地方政府当做执法的部分，因为咱是通讯自由的国家，咱无法度讲你让你通讯的时候，咱就讲炸断、讲屏蔽掉，咱无法度。为了警察局嘛说明，台南去年主动诈骗有2600件，金额超过10亿，成效已经是6都第一。同时，研考会强调，向中央所争取资讯安全的方法预算，主要是防止骇客侵入甲个人资料外漏，嘛要求所属的机关用政府专属的监视系统，避免民众陷入诈骗。台南新闻军职林英根采访报道。因控人口愈来愈多，目前市府公办市地中位有9处。议员黄兆辉伫总之时，除了替老旧的盐行消防分队来找地，起新的厅舍。另外，因应盐行地区交通困境所设立的转运甲物流园区，嘛进一步希望交通局向中央争取并购设立匝道，来连接高速公路的利便。议员黄兆辉表示，市地中位就是要加速都市发展，提高土地价值，特别以所属的盐矿，因为早期拢无好好规划，现在人口愈来愈多，目前公办市地中位就9处。会长特别为盐行消防分队，希望起新的厅舍来找基地，因为根据了解，盐行中的区内也有这笔低费地等待处分，家地政局长交换意见。之前在业务报告的时候，这个都发局长大概提个概念，然后我们这些湿地重划或是这些地，如果说我们标售完之后，损益平衡之后，是不是还会有多的地出来呢？对，跟议员报告，就是说在市长他非常重视这个议题啊，就是说我们多出来的地，其实我们可以做多元的处分，包含用租的方式，或是用设定地上权的方式啊，来做处分。好，那现在很多设施啦，其实都苦无地可循啦，哈。那在盐行这个地方，盐行消防分队一直在找地方，好，那也有其他的同区的这个议员也有在提这个概念呐。那我们在永康物流这边，这个重划区这边有没有机会？跟议员报告哈，在永康物流这边，它所剩余的这个基地面积哈是比较小的。那么消防队应该不用太大的面积。那盐行消防分队上次有来反映过，他们不是看这一区，他们是看盐行国中那边。那我们有建请他们评估盐行国中前面的公园监制洪池的部分。同时，为了解决盐行交通提供国道加公车有适当的停车空间，今年第3季特别完成的盐行转运站，议员嘛进一步要求交通局向中央争取对高速公路落来加做一个入口，彻底解决省道塞车问题。物流园区啦，哈，
那大部分都是大车出入。那我个人觉得那边的路其实是蛮小条的。那特别是这个如果要从高速公路下交流道要绕到省道来，然后再从永安路再进去。那这个有没有机会啦？再跟高速公路局这边探讨，说我们这边多一个匝道直接进到里面来。根据高工局的作业要点，就是说如果有地方有新增匝道的需求的需要，我们可以来办可行性研究啦。我想这个部分，不过当然也要视现况的腹地够不够因为当然高速公路的用地，它当初会预设两边路肩跟这个边坡的这些土地一个可研计划都是要几百万我想我们先请工程专业顾问公司从空拍图来看看跟周边地籍图来看一下，看有没有，因为它匝道需要有它道路现行设计的一些标准要求。是。会中又嘛关心永康车站北边的产业专区以及永康铁路地下化，包括永康空桥、大桥等站体，希望分别符合商业、文化创意加医疗来联合开发。当然，新闻管及林英根采访报道。立委郭国文甲台南市议员陈秋红邀请中央地方农业单位前往瓜田区会勘，了解稻的白栽情，希望会当帮忙农民争取水稻收入保险理赔相关作业。4月底强降雨后，台南市一个稻米产区陆续传出稻粒边的灾情。立委郭国文、立委林俊宪团队、台南市议员陈秋红等人，16号下晡陪同中央甲地方的农业单位来到瓜田区会勘，了解农民朋友损失状况。这个海啊，这海啊，这海的，这比我白头更加多。係啦，這幾種係啊。今日來回看的部分是咱的稻米反正變成是切啊，這個部分變空包蛋啦那有足儕所在農民攏咧反映但是咱的切啊較無共的甲一般頂的農作物較無共的是咱將伊攏有到這個農業的保險，而且是專業的補助專業的補助。所以這專業的補助狀況之下咱應該行保險的路線。過去也是作適齡的議員陳俊峰表示。不只是瓜田有稻粒邊災情，親像是六甲、下營、新營、後坪等地區，也攏是受災嚴重。希望農糧署會當將款補助，予農民好過日。我去看過來的所在，包括六甲啦包括咱瓜田，包括阮下營材料差不多補助我攏補材料較濟啦，因為阮當過去攏搶所以講即個材料損失真正是非常嚴重啦我是希望講咱農糧署這邊會當從寬啦咱從寬來認定真正予咱這百姓咱這鄉親有一個好的收成有一個好的補助啦。郭國文強調，5月底到6月初就是收成期，依照現在受損的狀況來推算收入，根本連成本攏無夠。現行水稻保險出險認定是由前幾年平均產量為基準，但前一檔欠水停經，目前平均落來產量基準，對着農民是非常不利。繳公量甲無繳公量的計算方式無共款，佮加上過去咱的這個小根因為欠水的關係，計算的標準嘛會按緊各期數據來較低，這嘛愛要求官方的重新來設計。農糧署副署長姚志旺表示，公糧收購有相關的規定，面對農民反映水稻保險採用基準，在正例收成期後，農業局甲區公所才會開始作業，在執行上會更加注意，並盡速計算出結果。記者張世維採訪報道。民進黨當日改選市東部主委候選人陳金晶，17號上午召開記者會，呼籲黨員這擺主委選舉要投予先落專職擔任主委康惠義。民進黨台南市東部主委候選人陳金晶表示，國會3黨無過半是台灣目前上大的困境。國民甲民眾兩黨聯手背甲，互新人新政的熱情的政府寸步難行。立法院的攻防不但攸關台灣的未來，不是動員，更成為立法院的新常態。所以這段期間，伊早訪基站時，除了有不少黨員為加油打氣，也呼籲郭國文愛信守立委職責，專心守護立法院。市黨部就由陳金晶來顧。國會3黨不過半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困境。國民黨、民眾黨呢兩黨聯合背歌，將會使我們的新人新政的賴清德團隊呢未來會窒礙難行
那目前立法院的一个攻防不但是有关台湾的未来，那分秒要待命。那像今天我们高国文立委在立法院的一个打拼那金钟呢拜访了很多的一个党员的一个同志，他们为我加油打气那也呼吁高国文立委呢能够信守立委的一个职责来专心守护立法院这个声浪不断的一个提升那台南呢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圣地市民朋友对民进党有很多的一个期许那当然有很多人不乐见民进党的一个派系或者是任何一个公职呢能够包山包海来包办每一个职位了那我想金钟呢是跨越一个派系最能够团结所有的民进党的一个党员来团结一致按我们谦卑的自我检讨自我反省来争取市民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支持那我再三的一个强调主委要专职，主委不能兼职这个立委呢，过中央地方呢，金正来过来拍拼陈金金表示，专职主委跨越党派，党务结成，是这次主委选举对着党员的三大承诺。因为讲是会当专职专力为党务拍拼，是检验党部主委上佳的标准。对此，郭国文回应：过去选举期间，伊也得到公道盟甲口袋国会认可是优秀立委，凸显伊当兼顾国会甲台南。郭国文讲，如果伊会当成功胜选，伊伫担任台南市党部主委，也会用甲选举相同的拼劲来守护国会甲台南。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教育局甲南营故事人协会合作，举办万人舞戏剧画图巡回列车，用趣味的剧情，让小朋友自然接受台语，提升母语能力。官员也出现，特别甲百姓来讨税金，奖钱摕珠宝盆来救助。趣味的剧情，让大家小朋友看甲真入迷。这出戏是南营故事人协会所演出的《财神来了》，要让台语上下十斤。我感觉这出戏最好看的，希望后一届伊阁来表演。演员伫讲台语，我会学足侪台语的。伫阮的校园内底咧走吼，足侪囡仔拢袂晓讲台语，也是听无。所以我感觉阮有这个机会，就是台南市教育局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台语的巡回列车，互阮来校园内底安尼巡回是真好。因为囡仔透过这个戏剧的表演伊会感觉有一寡做伙联系也是互动的部分我就感觉这嘛是一个推广足好的方式。戏剧内结合一个俗语和流行舞蹈的元素，今年协会第3档和教育局合作，打造定水式的舞艺体验环境。即讲伫通县角色的演出当中，还有2位新义角色的演员用练等的台语来演出。即摆的囡仔做这讲台语的，所以我希望我会当借这个戏剧来，让小朋友有兴趣讲台语。透过这戏剧啊，伊会当看一寡角色伫遐讲台语，伊生活中接触到台语，其实对因来讲啦嘛是一种真无简单的学习体验啦。目前剧团伫台南市内10间国小做巡回，协会希望未来有机会会当去外县市表演，让台语传承落去。台南新闻出海采访报道。稻草人现代舞蹈团策划创作系列，要发甲后一个世代的编舞者。首先由2位团员孟凯伦甲林小瑜以双舞蹈作品的方式，伫5月20日来发表演出，用手仔简单代表原住民族的宗教含义，还有传达因为疫情重新思考时间甲生命的新作。稻草人现代舞蹈团今年推出创作系列，以线落来做主题。将于5月24号开始，连续3天伫台南文化中心发表。这次创作名称叫做伊拿祖安啊，他的恩召。然后这次的作品就是谈到了就是关于宗教，然后宗教信仰当中，然后反思在我自己的生活，还有我的家庭背景，然后
应用在这个舞作里面。从这些，比如说有些生命当中，或是生活当中的某些，我感觉到时间的时刻，然后我试着在作品里面把它重新的重现，非叙事性的纪录片的方式，然后可以让观众在有限的时间跟时空当中，可以感觉到怎么样子属于自己的时间。舞团希望替咱台湾培育舞蹈新秀人才，做艺术传承。开始发掘团员的编舞能力，嘛开放给独立编舞者到底来创作作品，提供因排练资源和演出发表的平台。时代在变迁，新的年代、新的世代有新的想法，那跟我的世代一定有一些的差距。还有我之前跟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工作，然后就觉得他们想法很有趣。那我觉得不要局限舞团的一个创作方向、表演方向，好像都只有在我身上，所以我就开始有这个想法，就有一个叫做新遇见。今年呢，真的就是一个接下来除了文景之外呢，其实台南有很多很有才华的年轻朋友们，所以呢，我们其实开启了一个叫舞蹈新遇见这个平台。那目的呢，就是希望说，将这个编舞的棒子啊，可以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去参与。这摆2位少年编舞者以生活日常和心灵信仰的探究，表达家己所关怀的议题。稻草人舞团欢迎大家来到剧场支持少年的新主张，还阁有机会会当摕到8档保证跟完成的礼物。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伫高雄有着真侪人唔知影的美食，即摆着对着镜头来到左营区在地人一定知影的2间老店，品尝传统的好滋味。来到高雄左营后，不知道美食藏在哪里吗？这一次，让我们跟着在左营旧部落地区土生土长的代理区长，一起探索属于左营旧部落的老字号美食。第一站，让我们来到在左营区公所附近的无名面店，没有招牌，但却吸引大量的客人。其中到底藏有什么美味呢？好几年了，都会想要来找这个味道。我在别的地方找不到有这么好吃的炸酱肉丝面，那个肉汁的味道啊，什么都有在里面。每一条面上面你都有感觉到它的那个肉汁做的味道 ，CP 值超高的，因为它的料又多，然后味道又很好，然后又很亲民的价格，就是铜板价这种。唯一的缺点就是要排太久啊。无名面店其实它70几年就已经开业了。平常的话，到了11点到12点我们就可以看到长长的排队队伍。那甚至我们行政中心大楼的同事，也是我们最佳午餐的选择地方，同事也都常常中午就是来排队享用它的美食。那这间面店其实它就是好吃又便宜它一开始就是酸辣汤和水饺很有名，还有干面。那后来也发展出榨菜肉丝汤面，卤味也一炮而红，所以也成为我们左营在地美食的排队名店。享用完无名面店的传统美味后，代理区长接着也带我们到皮子头路一带，一间创立已经超过快90年的老店，专卖肉丸、碗粿、大肠等小吃，是许多老左营人脑海中的传统好滋味。25当超过啊，那边菜市遐都我是30几年，我还卖都感觉好吃对啊，都感觉吃了要过来吃啊。因为我从小吃到大，搬到右昌以后又回来。在右昌又回来到这里来吃，老左营的味道啊，因为他们有独特的鱼丸，他们这个鱼丸真的你外面很少能吃得到真正的旗鱼丸，还有他们的碗粿，还有那个肉丸，婚前更是好吃啊。很多就是出嫁到台北，然后他只要假日一回来，就是会打包，一切就是切400-500块的粉肠，买1-20颗的肉丸，还有大肠。就是直接带回去台北慢慢享用，大家就是只要工作在外地离开左营，甚至出嫁，只要回娘家，像我姐姐一回娘家，就是一定会到这里吃碗粿、吃荤城，就是对这里的食物有一种古早味，然后一种怀念的情感。这个是真的，我们左营行来在地美食的家乡味，希望大家有空来品尝。左营的旧部落不仅有浓浓的人情味，老店里更有让人忘不掉的家乡味。这些透过味觉建立起的左营回忆，让许多当地人不管离家多远，都要找时间回来一趟，品尝记忆中的好味道。记者朱建伟、王仲凯高雄报道。
感谢你收看5月1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春怀，咱再会。